好，咁呢段影片咧，主要講述下啦，點樣將一個fan page 啦，添加我哋做一個管理員嘅。咁其實首先啦，非常之簡單，你需要登入翻你自己個 Facebook 帳號啦，跟住選擇翻你自己 create 嘅 fan page，跟住啦切換翻啦個 right 做一個 page 嘅管理員先。咁如果你啦切換咗成為管理員之後啦，咁你會見到個咁嘅畫面啦，跟住再去一個叫做專業管理。撳完專業管理之後啦，喺右方啦會有一個啦叫專業管理嘅權限，再點擊一下專業管理權限，跟住選擇新增。咁你可以選擇一個 user 啦，假設咁而家做個範例啦，譬如話可能 Poly， 跟住喺呢度啦，會選擇翻一個管理權限嘅。咁你可以喺呢度允許此用戶擁有完整嘅權限。除咗呢個之外啦，亦都有個選項啦，你亦都可以撳一個啦叫工作權限嘅選項。下一步同樣啦，你可以選擇 keywords。嗱，前設啦，可能大家有陣時啦打個名稱嘅時間啦唔見嘅，因為啦係需要啦，我哋必須要讚好咗你個專頁先。咁其實大家每一位客戶啦，其實我哋預先啦都已經讚好咗你哋個 page 噶啦。OK，如果再唔得嘅話，其實大家可以啦簡單啲，直接喺呢度 search man 分呢個字眼嘅，咁就會有一個打呔見到啦，好似咁樣嘅 profile 嘅圖片，跟住撳一下新增。咁我哋而家示範啦，譬如話可能 user Poly， 跟住你可以喺呢度選擇翻你嘅權限。嗱，咁呢個權限啦，同上方嘅權限有咩分別咧？就係話呢個啦，純粹只係一個工作性質，即係話成個 fan page 嘅持有權限啦，都會係屬於客戶自己嘅。咁需要點做啦？咁其實好簡單嘅啫，你需要啦 select 翻呢4個權限，跟住提供管理權限，跟住再輸入翻你嘅密碼，即係話你嗰個 Facebook 嗰個帳戶私人帳戶嗰個密碼，跟住點擊一下確認，咁就 OK 㗎啦。跟住對方咧就會喺呢度啦通知啦，就會收到一個相關嘅信息嚇。咁呢個就係相關咧點樣喺 Facebook 添加管理員嘅教學。唔該晒。